正气，歌咏千载天祥人品。张巡包拯何人不是？在世忠义，死后留名。2044年，据说了，2044年进入了那个魏会啊。那宋朝邵雍、邵康节那个书叫《颜会应试》，颜会应试，颜会应试才对。尊师重道，忠义双成，历代圣贤先真菩萨，后人仰瞻忠义精神。人无忠义如墙边草，见风转舵使人看清。提到那个只会开天仇会，辟地淫秽生人，然后到魏会哦。20多年后进入魏会啊，魏会之后，申里有西害的申会就人灭了。你看，一会有10800年。那你看呢？气候已经都变成极端的气候，臭氧层已经破了说2个北极圈那么大，而且那前几年看到的资讯啊，都有在变化中。臭氧层破了那么大，那个地球温室效应，还有人类养动物的啦，畜牧业也都造成那个温室效应，用了暖气的那个冷媒氟利碳化物也会造成地球温室效应。所以你看那个碳的排放，汽机车污染的空气污染，碳的排放太多，都会影响到温室效应。地球温室效应就是气温会升高，然后极端的气候。你看北极的冰山都溶解，你看，要不然就破坏了平衡啊，破坏生存的环境啊，阴阳的平衡啊，冰属于阴嘛，那阳光照射属于热，是属于阳嘛，阴阳不调和啊。你看人类生存环境，那个地球就人类生存就很辛苦啊，所以要吃素了，要素食，环保救地球，素食防疫，环保救地球。不要有畜牧业，那人类要走向吃素。圣贤之门正道统，了脱生死从此门。申会说人灭，而以后会是地灭，地球会幻灭灭掉。虚会天灭，亥会混沌。你看天地人三才，开天辟地生人，然后消失灭亡是人灭，然后地灭，然后天灭，然后天地叫做混沌啊，这叫做混沌哦。混沌就是没有天没有地没有人，人灭地灭天灭了，所以然后才是混沌啊。